公平的训诫。假使你愿意，就能遵守上主的诫命，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这完全出于你自愿。上主在你面前放置了我和神，你可任意伸手伸去，生死善恶都能摆在你的面前。人越努力那样，就赐给他那样。因为上主智慧是广大的，是强有力的，不断察看望义，他的眼睛注视敬畏他的人，他重视人的一切行为，他从未吩咐人作恶，从未准许人犯罪。上主的圣言。